再来看这中华关旧衫裤的回收量呢，一档差不多是4-5千吨。嘛，因为这快时尚的习惯已经出现啊，所以民众这衫裤单调的这个速度呢嘛愈来愈紧。中华关的线西乡呢是决定对今年开始要改用定点回收的方式。 台湾的街道四界拢看到这种旧衫回收箱，不过实际使用情形煞未少问题。在中华线西乡就常常发生回收箱互人等甲满出来，涂骹嘛囤甲一大堆。在地民众表示，甚至有人会甲粪扫、喷水乱等伫旧衫回收箱，真含糊。咱若较慢来收吼，有可能人厨余啦、粪扫啦，规个拢甲咱等到边啊，这做麻烦啦。因为造成。 这附近的人的一寡困扰，嘛是的一寡大型衣物、厨余，那时候人甲放进内底，足侪村民嘛是人一起甲人反映，那这个物件拢会等伫遐。中华关线西乡原本设有不少旧衫回收箱，予民众利便，通随时摕旧衫去等。但是清洁队指出，因为民众快时尚的消费习惯，这几年旧衫回收量增加，毋但衫裤会囤甲满世界，甚至粪扫嘛乱等伫回收箱内底。 因决定为今年开始改用定点的方式来回收旧衫裤，希望减少乱弹的情形，嘛降低清洁人员的负担。很容易被民众丢满，然后会造成我们清洁队的困扰，我们才会想出这个办法，然后改出定点收运。阮另外会提供这个和民众正确的一个处理的管道吼，本所已经规划定点收运路线，协助清运棉被、枕头。 破损衣物等物品，请民众多加利用，共同维护环境整洁。线西乡清洁队表示，定点回收会增加棉草被、枕头加布红仔，希望养成民众甲纺织类回收的习惯，减少一般粪扫量。中华关环保局嘛提醒民众，旧衫回收拢有相关的规定，民众若是乌白蛋，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会当罚清理至6000块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